當年今日知唔知？6月16日，國際時事報告。1903年6月16日，亨利·福特喺密歇根州底特律成立汽車公司，為後來汽車工業嘅大發展埋下咗種子。1940年6月16日，德軍佔領巴黎之後，法國政府喺波爾多重新召集，雷諾因反對停戰事宜陷入孤立，辭去總理職位。1963年6月16日，世界上第一位女航天員升空，佢就係蘇聯嘅雅蓮京娜·捷列什科娃。呢個可係航天史上嘅大事件，為女性喺航天領域打開咗一扇大門。1977年6月16日，德國火箭專家沃勒馮·布魯恩因胰腺癌去世。佢喺火箭技術等領域貢獻卓越，對航天事業嘅發展起到咗重要推動作用。2012年6月16號，菲律賓外交部宣布，非總統阿基諾下令非政府船隻撤離黃岩島海域，結束中菲對峙。2012年6月16日，中國神舟9號搭載景海鵬、劉旺、劉洋發射升空，實現中國首次首控交會對接及首位女航天員飛天，飛船發射成功。呢個係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嘅又一重要里程碑，亦標誌住中國航天技術嘅不斷進步。2021年6月16號，汶川地震幸存豬朱堅強因年老器官衰竭離世。呢隻喺汶川地震中堅強存活落嚟嘅豬，後被製成標本展出，亦算係一個特別嘅明星。知古今，通天下。今日就咁，聽日繼續。幫我點讚、訂閱同分享，多謝。